杜大人，我家老爷在观音洞烧香，你有事吗？我陪你先去相见。好，好。哦，是杜大人，杜大人，府内大人怕人来催，受王明警戒，明日我实实进进不得义务啊。是。这来我家夫人休要临产，别子实在放心不下，请杜大人先走一步，别子随来。哎呀，杜大人啊！我家夫人言真风临场，想我父母连生三女，尚无一子，此番生男生女，关系到我们千秋万代，万代千秋，你叫我怎么放心得下？这观音菩萨。大慈大悲，你就赏我一个儿子吧！观音菩萨，夫人是我，赏我一个儿子啊！杜大人啊，夫人爬上来接，请大人速速回府。哦，我给我家夫人生了，告辞，告辞。观音菩萨在上，你说儿子千万不要说出人家呀！老爷，老爷，夫人她快要生了。哦，这。老爷，生了，是男是女，生了位公子。喜从天降啊！难为我家演的夫人了。不，老爷，我是在杜家夫人生了。什么？刚才杜家家园前来报喜，是杜家喜的贵子啊！凡听杜家生贵子，母好事，口中全是顺妹子。我接出门对面子，哎呦，你最好。去，回去呀！老爷，冬梅，夫人生了没有？看样子夫人是要临房了。你无论如何带夫人去，叫她要无论如何就我争一口气啊！千万生男莫生女。再生一个女的，我就把她休了。妈妈，是不是生过儿子？夫人，又是一位小姐。天哪！
生在，我脸不想啊，想到老爷的。恭喜你，恭喜你，夫人生了个小弟弟呀！圆圆的眼睛，高高的鼻子，小小的嘴巴，我家奴老爷，小心来买一辆小酒呀！到底是哪儿啦？就是哭起来的声音，有女的大过一样，响当当的呀！我要轻一点。怎么了？你不知道他是要哭吗？老爷，农是属虎的，公子是属羊的，有道是羊的虎看，看见侬就害怕，一害怕嘛就要哭了。老爷，进京营帐，一切准备就绪。好，吩咐下去，老爷连夜进京。是。陈妈妈，你辛苦了，快到张王间加倍重赏。是，全局动们，你们可要好好服侍我的夫人啊！假如金华火腿、东阳蛋菜、高丽人参来黑叶乌，种种山珍海味，敬他相拥。是。哦，你对夫人说，这次生下贵子，乃是菩萨保佑啊！正是天降吉利，儿子的名字就不妨取名天吉，桃无天吉。儿子啊，儿子，老子与你告辞了。老爷最好，老爷最好。
就在这里。李清照，李清照是谁呀？她是南宋一名才女。哦，也是个女子。李清照的诗词典雅清新，情真意切，故而江南才女为她立碑。今日有幸到此，理当尊扬一番。好。去为
兄才高八斗，此番进京必定分赃得亏。沈兄闻世之饶，此番赴考必定名利尽报。沈兄过奖了。啊，沈兄，你我情头一儿相见外，此番进京，我不及盘儿赢。此次沈兄请。
了罢了。哈哈哈哈！儿郎，实在经典对茶，出入成王，身受满朝文武赞许。哎呀，真正难得呀，难得！弟弟，孩儿在家，现场几位积极教导，才有今日呀。哎，女流之辈，无足挂齿。小爷，另外不知道你家中几位小姐姑姑在瓦车中。放肆！女子无才便是德，弟弟。哈哈哈哈！儿郎，今天为吾是带理想的道喜来了啊！道喜？哈哈哈哈！许我恨，少年得在临永志，众他人要为我一情事，狠狠为民公平儿，三朝月老与卷丝。你再来困困啊！这贼王府小穷子，说到酒里痛金子，金秀在里都是太清道经。你，哎，也罢，儿啊，这里有24家王公贵戚，哎，
来来来，由你挑，由你选，好吗？啊？怎么叫我自己挑选？好。天气很热，这不是雷那不是你行到难到难，真是天儿我心思都有事情，这风水乱了，这那西这也不知。男儿十八。我的小祖宗，我求你啦！哎呀，弟弟，我求你呀！我求你！我求你！啊，是李公公啊！吴老人家，你们这是在做什么啊？我是在叫他拜天地呀！拜得好，拜得好！今日太岳娘娘御愿设宴，你们的喜日要来了。喜日！李公公，请到客厅用茶，请到客厅用茶。女儿，你去听听他们说些什么。哎。吴老人家，良机莫失啊！多谢公公担着，我与小儿明日一定真知不言啊！原子啊，这被太岳娘娘看中，就可早为驸马。小姐，不好了！李公公传旨，明年进宫赴宴，要召你为当今驸马。啊！别大王你
这是杜公子他。事不宜迟，这就找杜公子去。走。小姐，这剧情喜帖又来了。哎呀，红儿，这叫我怎么办呢？小姐，我倒有个办法。小姐呀，不记得蒲公子非听不语，你与他心相通，志趣相投，倒不是女公子上上策策，要一鼓作文去他乡来去。亏你识得出口，杜公子，我家公子快你来了啊！沈兄，沈兄。